大家三甲来敬拜上帝。今仔日是农历最后一天过年明仔载是过年。台湾今仔日已经是过年啊咱感谢上帝，赏赐咱安尼过去的一年得到主的带领保守，咱感恩上帝赏赐咱新的一年，咱也求主带领，互咱会通拢得到伊的保守虽然伫遮较无过年的气氛啦，无亲像台湾遐尼闹热总是咱来三甲敬拜上帝三甲来谢念上帝的恩典感恩上帝对咱过去一年的带领求主带领咱这个新的一年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咱用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恁才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所以咱过去的一年咱要感谢袂了圣诗483首有讲：主的恩典，你着算着笑；主的恩典，你减算会了；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稳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咱拄则读启应文启示录21章5节看我换心万美，上帝换心万美，旧的代志过去当拢变成新的。咱伫主内面，就是旧的代志过去，拢变成新的咱邀请亲友来温哥华佚佗，拢讲哇，拄春天遮春天开花真水安尼樱花tulip 郁金香佫真侪款的花大细蕊，连涂骹野外安尼都四季都是花这大自然安尼四季轮流春天到伊就开甲遐尼水上帝互咱有即个灵命灵性咱嘛是着爱知影上帝当时爱咱做甚物我安尼有时去中央公园去遐行一日啦后来发现着大自然的和谐咱若了有注意应该拢会有看到真侪丛安尼咱看去一大丛一大簇，亲像一丛树，足大丛的树安尼其实迄是2丛啦甚至3丛看去是一丛伊安尼发对边去，拢发甲遐尼长发遐尼悬因相隔迄个空间呢，因就无法遐粗枝，无法遐侪枝相让啦。大自然都安尼和谐何况讲人所以上帝换心万美，逐项上帝都会当甲咱正。伫新年咱逐项都爱来安尼来努力来扩展来进步伫即个以赛亚54章2节就有讲即个着扩展你大的布边的地，着甲你布边
一步扭互开，毋通限制，说要牵甲真崩。起啦，就定互调吼。这是台湾新译本啦吼，拢用较现代的语，现代语。所以上帝互咱有新的一年，咱都爱尽上帝互咱的恩赐来运用。逐人拢有无相像的信仰、经验、感受。咱拢毋望上帝互咱伫新的年，咱有好的机会，咱有好的努力，有好的进步，愿上帝赏赐咱拢有勇健的身躯，心神勇壮，家庭生活、工作各方面得到主保守顺利，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生命搁较丰盛。路加第2章52节，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耶稣对当年开始，伫各方面都拢偏增长。上帝甲人哪听伊，都是伫属灵方面、伫甲人方面拢得到进步长进。约翰3书第2节，约翰对一个加油兄弟，甲伊祝福讲：亲爱的朋友，我祝你万事兴通，嘛祝你身体健康，亲像你的心神遐尼勇壮。希望咱的新的年伫属灵的方面会通搁较长进，认捌圣经，认捌真理搁较多，信靠上帝搁较深，体验圣神的同在，传道的见证、教会的侍奉等等，互咱属灵的生命会搁较活泼，搁较丰盛。求主帮助咱。属灵的成长亲像棒球赛拍棒球伊有4类第一类就是对无道友来决志，信耶稣，成做教会会员。第2类就是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热心敬拜，家己会晓领受、学习。侍奉、见证、奉献，照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赐，咱尽本分去做，安尼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第3类就是献身来做上帝的工，是培育上帝的工人，是培育。是本身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者，有真侪平信徒，因又安尼忠心侍奉，伫个各职业来传道见证，开设教会、开设福音事工，等等，来互上帝使用，这拢是真好做上帝的器具，这第3类。甲第4类有这个结果上帝要互咱得着人，亲像掠鱼共款，是5谷收倒来，完成上帝所交代工。今仔日要甲咱来想这个耶稣所讲新酒缀伫心底耶稣伫马可。今仔日读的马可第2章21节，相款这个譬如伫马太第9章16、17节有，伫路加第5章36到38节也有记这个譬如。耶稣讲这个譬如
以前呢，伊有讲到一个禁食的代志，哦，因为咱若转去有时间来读吼，就是伫今仔日的经节的即个较头前，伫遐就有惊死的约翰的学生，甲法利赛人，哦，因拢是逐礼拜2摆禁食咧。伊来问耶稣讲：阮拢有咧禁食，你的学生哪会无咧禁食？耶稣甲伊讲：新郎甲陪伴的人相隔伫地时，陪伴的人哪着禁食？新郎抑阁伫地，毋免禁食。日子要到，新郎要离开因，迄日就爱禁食。耶稣是用安尼来咧预言，伊有一日会离开因。离开因的时，离开这学生的时，这学生因就爱禁食。所以耶稣用安尼讲起禁食的意义，预言有一日伊会离开因。因为法利赛人因真注重照上帝的规矩，一定毋通工作，毋通怎样，毋通怎样，安尼。当然外表行为有安尼做，久来才变做一种形式，较无去想着讲，我做这个是啥物意义？迄个内在的意义。所以耶稣暗示伊教示学生是新的道理，毋免亲像这个法利赛人，因着爱固守迄个旧的规条，旧的形式。耶稣迄时阵，甲学生做伙，安尼就是亲像新郎甲陪伴的人做伙共款，毋免禁食，当其日子要到，耶稣有言伊会离开因。耶稣讲，伫即个21节，无人用无求水的布去补旧衫。那安尼做，迄块新布会救你旧衫，颠倒破搁较大空。新布就是无求水的，无求水。早时的人较欠，当然迄个时阵物质较迄个运用较有限，所以衫裤破搁布咧，搁就会通搁用。所以耶稣用这个做譬如来讲，新布毋通补伫旧衫，因为新的布也无求水过你若是补伫旧衫，后来洗衫曝干，迄块新布伊就会旧就会破坏着即领旧衫。耶稣用安尼来说明讲，即个新旧是恶得合啦，新旧难合。新甲旧要合做伙，这是一个问题。旧的传统袂当承接新的生命。所以耶稣讲，即个无人用新的酒下伫旧的皮底第22节嘛无人将新酒放伫旧皮底，那安尼做，新酒会甲旧底爆破，酒流出来，皮底嘛无去。新酒应该入伫新皮底。当时的人伊是用羊皮来做底会当底酒是底饮料底水啦较早咧，毋是讲亲像现在遐一款的饮料，主要是底葡萄酒、底酒、底水。即个
新的地啊，才有迄个弹性，才会当有迄个伸缩性。啊，你若旧的地啊，已经旧啊，伊就无迄个伸缩性。啊，新的酒制作葡萄，新的酒，伊会发会有迄个气体，所以若是即个葡萄酒，葡萄要下伫即个旧茶仔内底，伊会发迄个茶仔就会爆破去。所以用即个譬如来教示讲即个新酒咧，即个旧批地就是即个旧的传统，即个旧的规例、规条、仪式，你著爱安尼遵循，安尼拢失去迄个，无去掠着迄个精神啦，无去照迄个真话真理，所以即个传统。嘛是一个旧的批茶啊，有的传统是好，当然是爱当继续保留；总是有的传统是阻碍新生命的发展，所以呢，这个传统安尼呢，就爱改变。总是传统真侪人拢爱照安尼直落去，无要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啊，因为安尼较安心啊。变到甲地吼。大家无安心，大家心未安，所以咱都爱常常反省，常常检讨，讲咱有啥物旧的传统较无合真理，无合即个人的需要，安尼咱都爱改变，爱调整，真侪人无爱调整，因为都安尼就好。若安尼就好呢，旧来就渐渐衰微，最后就受淘汰。若是有改变，就会开创新局，继续发展。所以旧批茶就是旧的形式，是讲旧的传统律法规例的束缚，是表示外表。死板的即个宗教形式，旧的思想行为模式，这些拢是算作旧的批茶啊。若新的批茶耶稣20讲新酒应该入伫新批茶。什么是新酒呢？什么是新的批茶啊？这个新酒。就是受主的救赎，伫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这就是新的酒。这是即摆来讲基督徒个人来讲，咱有得到主救赎，有得到圣神，甲咱更新，咱有新的活命，这就是新的酒。咱本来有遮个歹的心思念头、歹的生活习惯，安尼呢，这就是旧批茶。你新的生命要缀伫即个旧批茶，安尼就无合。所以即个新酒。都爱缀伫新的批茶，安尼呢，新的批茶就是爱新的活命，有基督的活命，有新的生活见证，心智换新，这就是新的批茶，安尼，这是对。基督徒安尼来讲，若基督徒伫教会咧，
伫教会，咱有活命更新的生命的基督徒，有圣神的同在，这是新的酒。教会就是亲像一个，就是一个下上帝旨意的器躯。咱遮的新的酒，伫即个新的配地内底，咱伫遮会当为着主来做好的工。所以呢，新的酒配伫新的配地内底，安尼两项拢保全，拢真好。你若新的酒配伫旧配地，安尼就旧配地别离来损失。所以有新酒对伫新配地，这是真水真好，理所当然的安尼。所以咱活命的基督徒、更新的基督徒，伫一个教会，教会就是真有信心活力伫组织逐项真适当基督徒会当大家真正来遵探主的教示遵探主爱咱做啥物咱就安尼真力去做安尼这是真水，真水亲像诗篇133篇讲，兄弟姊妹做伙徛起，偌尔好，偌尔欢喜这就是耶稣讲新酒爱入伫新配地的教示就是爱咱将有信心活力的新生命，放伫更新活泼的模式器皿内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1905的时阵有庆祝释教100周年迄个时阵有一个标语叫做“社会急变，团队应变，福音不变”。这个标语到今仔日还阁真实用，还阁真正确，真好。当时社会急变，今仔日社会变了阁较紧。福音就要应变的，咱福音一定拢爱适应时代的改变，来用适当的方法来传福音。总是福音的本质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教会的组织功能、事工安排，都爱真适当、真好势，安尼才会当发挥教会存在的功能。所以拄则圣乐队所唱这首诗这首诗 ，Bind us together, Lord， 让主将阮结连。我第一摆唱这首诗是伫美国，我有开拓第一教会这是属于迄个美国福音信义会 ELCA。我有一摆去芝加哥，这个 ELCA 的总会伫遐有一个演习会，演习会带领的人就唱这条诗我感觉真好听，歌词阁真好我本来是团会YouTube 内底有这个英语的诗歌嘛我本来是团会伊问分享，想讲伊若有兄弟以后咱会当传互大家欣赏结果咱指挥圣乐队指挥洪长老随时就甲翻做台语会当阁大家练习，圣乐队练习今仔日礼拜就会当献诗，甲咱分享三到学了上帝这真好圣乐队真有活力、释放真好这个歌词讲主将阮结连做伙，用永袂长你的和弦将阮结连，
将阮结连伫听内面。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君王，只有一个身体，才会好声吟唱。这就是咧讲教会，咱教会就是一个主，耶稣基督是头，咱拢是肢体。过来，咱是上帝的家庭，咱是神圣的应允。咱是上帝所拣选，咱是阳光的成就，咱就是上帝所听、所拣选的，咱就是新的酒、新酒。所以教会是新地，兄弟姊妹就是新酒。教会耶稣基督是头，咱拢是肢体。用听，甲咱联系做伙。教会是永活上帝的厝，属灵的家。所以教会是新地，教会就是爱活泼，保持活力。兄弟姊妹会通体验上帝的听，会通大家三甲来参与，来侍奉上帝，来侍奉人群。这就是教会是新地，兄弟姊妹是新酒。咱受耶稣基督救赎，行做上帝的囝儿，拢是新酒。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上帝所拣选的。无就有信主，成做基督徒，有新的活命。耶稣基督伫咱内面，互咱更新更新的活命。所以对孩童、少年、长大到成人的生命，这个拢是新酒，爱装伫新的碟啊。假使酒的碟啊，若是旧，就无迄个新属性，无新属性，就会递到来别离，安尼，的教会就亲像旧的批地无功能啦，爱浪费真侪好酒。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上帝所应允的新酒，荣耀的新酒，新酒都爱缀伫新的地啊。伫以弗所第2章19节，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出外人，毋是侨民，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厝内的人。咱伫上帝内面，就是一家人，上帝厝内的人。我捌看到一个教会成长的资料，感觉真好，甲大家分享。因为咱有讲到这个教会是新的批地，教会就爱做新的器躯，伊讲到成长教会5个特色，成长的教会有5个特色。第一就是知影人咧想什么，知影人是安怎咧生活。你若知影会友中间无兄弟姊妹，伊的生活的情形就是安尼教会会当安怎样去甲关心，去甲帮衬。第二就是用创新的方法去接触人。过去有真济有诶未信者，因感觉反感，就是恁安尼的传道方式，因都真无法度接受啊。所以都要用新的方法去接触人。那是以前啦，较早拢有人讲伫
热心的基督徒啊，伫火车顶咧传福音啊，分传单啦，安尼呢，人咧坐车坐火车啊，就感觉受搅扰咧，所以迄是较早啦。当然，即马可能较无人安尼做，意思就是，着爱用适当的方法、创新的方法去接触人，第三，无互过时的传统所束缚，拄则有讲，这传统是好，毋是讲传统安尼拢着爱改，毋是安尼。有好的传统，迄是真宝贵，爱继续。总是有的传统呢，是过时，是无下用啊，安尼呢，安尼着爱改，着爱改。若无改呢，变做一个束缚，一个拖累，无改呢，你着以后渐渐着衰落、衰败去。第四就是毋惊改变，毋惊改变，福音不变，总是团队的方法着爱应变，所以拄则讲。台湾基督教教会100周年即个口号，到呾拢也真好，真实用，团队应变，福音不变。第五就是对人心灵的需要，都要有敏锐的观察，人的心灵需要是甚物？咱爱去体会。爱去观察、去了解，然后也进一步来关怀。教会都要常常思想这个问题，互教会所做的工，会通关照到遐需要的人。教会就是新的地啊，都要常常保持好势，通来装新的酒。咱今仔日是旧历的过年明仔载过年，所以上帝互咱新的年我爱甲咱来做伙来用这个新年的祈祷文来祈祷。这个祈祷文是苏格兰教会牧师叫做威廉马克雷伊所写，伊是一个作家，是电视广播的主持人，嘛是大学教授，阁是圣经学者。伊有注解这个新约一套圣经注释，这套圣经注释真普遍伫台湾嘛翻做中文的这套圣经注释讲有销售150万套，所以伊是一个真有温数的牧师伊写这个新年祈祷文咱用台语来读来做伙祈祷来。互大项事物做新永活甲永福的上帝感谢你！今仔日，互阮进入新的一年，阮伫你面前，愿意对未来甲将来的日子立定志愿。阮决意对听阮的人信实正直。对朋友忠诚，我考虑甲苦恼，阮决心宽恕仁慈，安尼，阮会通甲主一样，永远为别人的利益设想。阮决心勤奋努力，安尼会通善用上帝所赐的阮的恩赐甲才能。阮决心善良纯正，安尼会通赢过试探，也正做
遐个伫试探中的人的力量，阮决意同情甲温柔，安尼就可以安心相信的摕到鼓励。阮决意宁静，安尼就袂愤怒甲苦读，来搅扰阮甲别人安宁。阮决意同心顺服，并完全听你，遵从你的旨意，互阮得平安，赐温顺，互阮做以上决志的天父上帝。伫这年来，求你赐予阮开力，互阮才会一一实现，奉主耶稣的名求。